第6集珍珠。观音破病啊！哈罗讲，啊，观音是神，怎会破病？拖汤问，众神明对咧吐大气，规间庙恬静落来，敢若听到蕊蕊脆脆的声音，亲像珠仔落伫咧涂骹斗，迄个声音真细、真柔、真青草，一粒一粒滴拖汤的心肝头。我甲你讲头尾好啦。妈祖灵手捂七目钱，声碎惨切。观音是我的好姊妹啊伴，无言不遂。阮逐工想的，就是要救济人世。毋知是好因端，下嫁第一天，观音倒伫咧普道岩，毋愿落眠床。问伊倒位无爽快，伊甲若讲：我艰苦，我足艰苦啦，都甲家己关起来，贴石头去互普道岩的空口，安怎叫就是毋应声，众神嘛拢袂入去。恁人袂当挂某事败，阮神明代志了了，哪会安尼死咧？妈祖的目屎正做一粒一粒的珍珠，连落去涂骹脆炎炎，心酸酸，佮脆做较细粒的珍珠，细粒散做细细粒的，就无去啊！观音是阮阿嬷上爱的神明呢，伊逐工踮观音的册仔头前细细念，害我耳孔规个猫甲要死。啊，我知，是观音嫌阮阿嬷的声歹听，才来咪起来。拖汤讲，恁阿嬷是咧念佛经啦，黑白讲。哈罗八岁，我知迄是上经啦。阿嬷讲，咱只要虔诚注心，观音就会保庇阮一家口仔平安顺遂。啊，原来观音大师破病啊！无怪阿嬷这2天性地遐歹。拖汤喙翘悬悬，甲迄无地带啦，嘛毋是介要紧。哈罗应，是啊，要紧的是我要转去找阿嬷，无爱伫遮听迄什么迄灵啊、地鼓啊，有够无聊。不如转去阿无庄找我阿不哩算。阿罗带我转去，带我转去啦！拖汤哪吵哪扭哈罗的尾溜，你阁有任务袂当走。哈罗甲拖汤的手揪开，我是要来佚佗的呢，是要出啥物任务啊？拖汤有咩无耐性啊？你的任务是去消灭鬼王。哈罗正经讲，喂，莫滚耍笑啊啦！你生命都无依法啦，阁叫我这个黄霜啊来！拖汤介袂爽，就是神无法度收服鬼王，才叫我去凡间讨救兵。哈罗讲，我袂瘾啦！拖汤去甲吊骹转地，费阵你嘛无法度转去啊啦！若无紧甲鬼王抓落来，伊的临界反应真崩，发生核爆炸，生命界崩败，恁人嘛死无路啊！哈罗头咧咧，众神明目睭垂垂，妈祖啼啼哭哭来讲：我的好姊妹啊伴，你为着救苦救难，日夜操烦，甲艰苦吞落腹肚内，足侪代志拢无参我讲，看恁面定定白死煞，敢若有千千万万的劫透袂开，你拢是为创生白世啊！是啥物代志，互你毋落眠床？你都讲出来，你都讲出来，互我甲你斗打。哈罗甲拖汤带去边仔开帖。咱大鸟妈祖的闹日是3月2日，
比外口的妈祖较早一天，安尼你就知伊较谨慎。并5年打鸟去互大地当算断甲，家仔的妈祖经开将圣王庙总倒，临时欠钱欠工，顾不将甲新村含老村的旧料扣做伙。伫即马咱徛的所在起庙，迄时号做自济寺。妈祖暂时伫遮住，逐工按后殿来到大殿参观音卫生，感情是有够大吧？阁无偌久，民雄的新妈祖经就要起好啊！煞拄着即件代志，妈祖才会遐尔伤心。Hello 是安尼讲的，众神心归宝，无讲话。听到遮济歹空的代志，赤夜拖汤感觉凄惨，衫领人好凉，就甲香火捻出来，袂输透早拍扑仔光，拖汤的勇气和智慧拍开，人就来大变化，精神有影把持，讲阮阿嬷有一句话：代志歹扭力，心情着爱送。啥物办法啊？7月时打鸟的新民全无法了，干那观音才有法度驾驶。硬去甲鬼王车拼，运输诶，Hello 讲话散淡。咱先来甲代志想好清，想好明。观音毋知倒位破病，放鬼王呼啦撒，将神明压袂落去，天地颠倒变。拖汤讲话真煞拍。你是咧拔喙音哦？过来咧 ！Hello 的乌尾溜翘起来。要互天地日月照无行，上要紧的是甲鬼王抓起来。要抓鬼王爱求观音，观音煞倒点眠床。其实理路真简单，只来找医生，甲观音的病治疗好。拖汤真有办。这里路3岁囡仔嘛知。问题是新民界医生无伫咱庙内，爱去保生大帝庙向大道公啦。Hello 海头，咱着去拜托大道公来往诊啊！飞地无偌远，差几件店面尔。拖汤随意。讲甲遐简单，咱念庙都袂出地，你头拄啊就险啊无命呢！伊只鬼王早就失去控制。既然有物件出现伫街仔咯，光头白日火就喷落去，喷甲你袂赴投胎。Hello 对咧设计。阮阿嬷有讲过，办法就伫身躯边，免惊远。拖汤哪讲哪跳，跳过石路上大殿，莫讲众神明，连石路的龙嘛越头去看。拖汤跳啊跳，跳到两边的壁刀骹。遐有罗汉带山东修炼，参好兵的加起来，拢总18个。同时，18罗汉同齐越头，甲拖汤银，同齐出声。人害人，天唔敬；天害人，目睭情。兵哥，我知影。拖汤欢喜一心，对众神宣布：咱来去骗鬼王。互伊看悬无看低，让鬼王的脚棒去找大道公。上好有遐好骗啊！你敢有法度 ？Hello 甲拖汤吐槽，拖汤温柔啊打头，看罗汉山背景迄白泡泡的壁岛，灵机长咧飞。